友姨太太名下这个凯旋案伊的争议继续伫谈。民进党立委张嘉宾、林俊宪等人今仔日高雄开记者会，这个批评讲南部囡仔起来台北读册，和这个恶一个厝头家校友谊北下，化这个居住正义却是收遮贵的这个厝税真罕。要毋过呢，针对这点，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任黄兆顺就讲，这是德国斗菜刀，意思讲乌白豆。一个月各种生活杂志的发票贴起来，还凑不出16000元。民进党立委伫咧高雄召开记者会，甲发票频道做是北培乐市搭伫咧校友记身上，大力伫咧给凯旋案做起的争议。侯友宜一直强调，他的凯旋院是合法的，而且有缴税。他强调市场机制，但凯旋院不是我们理解的所谓市场机制。他凭什么这5年来涨5倍？讲校友记是一个恶一个厝头家用高厝税甲学生开销，卖珍贵租金是学生的本命钱。台北市东吴大学在北投的闹区，而且建物刚落成4年的这个闹区的话，它的房租是14400元，比文化大学这个凯旋院还要便宜。所以，不管是过去的99间，还是现在103间，每一个登记有房屋税税级的凯旋院，通通不用交房屋税。用高校宿舍租金来比对，经替凯旋案其厝税不合理。不过针对林亚攻击，那廖建前回应，党讲袂当甲大学宿舍和普通的民间出租房间摕来当做做评分。市党部主委黄兆顺马来改激动起。民进党不要德哥的倒菜刀，你拿了一个幽灵违法的房子。拿了一个幽灵违法的豪华的违建，然后借着什么公益信托，想要借壳上市。我想台北地区的房子要找到王定宇那种8000块付早餐的，大概很不容易。那了会的专开总统表战，下面这是房地产、厝地经济攻防战，政会嘛继续在会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